后来，阁来要提醒乡亲，天气冷，使用电烧炉要注意安全。高雄就有一间公寓，因为使用这个电烧炉，用到规间厝是烧了了。消防局嘛整理出使用电烧炉要注意的4大事项：第一，要保持通风；第二，唔通用电烧炉来烘衫；第三，唔通甲真侪电器公家用一个插座；第四，要定期来清这个面仔屎，若有怪声，要马上送修理。高雄半暝有火烧厝，乌烟一直冲起天顶，火有够严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消防人员赶紧用水线拍火，这有可能是电器引起的。哦，较电视电暖器。那应该是啊。因为关系高啊，会用烧气，所以讲一定要特别细致。消防兄弟提醒几点？头一点就是一定要保持通风，用烧气的时，他们唔通关条条，安尼真危险。空气燃烧不够的话，会有一氧化碳的问题。然后，如果是非耗氧的，也有可能会氧气。如果在密闭空间的话，也会造成氧气不足。会导火物件像卡电、碰椅等等，要离较远的，嘛唔通烘衫。过来就是唔通甲较伤电的电器插做火，过来嘛唔通插烟灯线，也若无有可能会导火引起意外。那个插座要属于专用的插座，因为电暖器它属于高功率的电器。比如说我们家里有高功率的电器，比方说有微波炉啊、烤箱啊，然后吹风机等等。过来一点就是要定期保养、保持清气。若有听到无正常的声，要随送回原厂检修，唔惊一万，就只惊万一。若无失事，就可能造成悲剧。